开始，咱来关心以色列。以色列消息的时事表示，因的军队已经侵入加沙的市中心，嘛展开攻击行动。嘛讲伊斯兰极简组织的领导人即马是互包围伫内底。针对这个讲法，哈马斯并无回应。也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伊表示，战后以色列也无限期承担加沙走廊全面性安全责任。不过，美国的白宫警告讲，这绝对毋是好代志。以色列吹切继续向加沙轰炸，讲军队正伫咧加沙市中心行动，也讲哈马斯的政治领袖辛瓦被围困伫咧一个暗体内面。加沙的居民讲，因有看到以色列的坦克部署伫咧加沙市区，以军正宣布要包围加沙市，就是发动攻击。哈马斯无对辛瓦命军做回应，继续进行地面战，但不明弹药并且引爆发射飞弹，向以色列车辆开枪。国际媒体无法度证实双方伫咧战场上的讲法。美国白宫吹切对纳坦雅胡伫前一天暗示对加沙走廊战后命运的讲法发出上新的警告。纳坦雅胡拒绝停火，表示伊甲美国的观点无共款。Those who don't want to continue the way of Hamas. It certainly is not. I think Israel will, for an indefinite period, will have the overall security responsibility. President Biden's been very clear. We don't support a reoccupation of Gaza by the Israeli Defense Forces. 以色列想要清空加沙，也要求居民伫咧历史的时阵向南边耍。加沙在地人讲，以色列坦克拢是伫咧暗时向前线震动，军队用空袭加炮击开路。加沙内政部讲，即马也阁有90万的巴勒斯坦人，伫包括加沙市的北部地区避难。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